窗户让孤单透气，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，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你飞到天的边缘，我也不猜落在何地。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。这无声的夜，现在的我需要人陪。闭上眼睛就看不清，这双人床间觉得温馨。谁能陪我直到天明，穿透这片迷蒙寂静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你飞到天的边缘，我已不再落在何地。一刻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。吃晚饭了啊，给大家看看我们家今天吃什么啊。这个是我老公做的清炒扁豆角，里面放了一点点生抽啊，非常好吃的。这是紫扁豆，很肉的，肉肉的。这个是我买的杜三珍的麻辣鸡爪啊。这个是红烧蛋饺。这个是蒜泥苋菜。这个是在东东市买的鹅味林的咸水鹅。然后现在天气热了啊，我们今天晚上一人一瓶酸梅汤，采自摘的，吃晚饭啊。这汤里想起来干汤来了。这扁豆角很好吃的，就紫色的那种。这个是蛋饺，可以烧汤，也可以红烧烧。今天我们就放了一点老抽烧红烧烧。这个是杜三珍的虎皮鸡爪啊，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吃过，就是我在那个石路昌门买的，他家的那个总店，味道还蛮好的。它这个味道是带一点点甜，然后带一点点微辣。我们家的麻辣鸡其实它不辣的啊，应该是能吃辣的和不能吃辣的都能接受的，很好吃啊。它就是苏式口味的。继续的。继续的。我老公把这个扁豆角的蒜泥都给吃完了，又来捞这个蒜泥了。你们都是苏州人不吃蒜了，那我们家这个苏州人就吃蒜了。所以什么都没有绝对的啊，苏州人口味也有不一样的。这个酸梅汁下面有一点点沉淀，是那个果肉啊，是没关系的，它不影响口感的。这一瓶300毫升，太小了，我再试一个。一人一个你们。那你把这个拿出来。